大家好，乃嘿天地欣赏。我们今天要继续跳摇摆舞。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继续跳摇摆舞了吗？或是晚上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有没有走一走，顺便练习下舞步？那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动作，它叫做哈雷路亚，中文就是哈雷路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动作它长怎么样？它长这样的，把手画过去，回来，画过去，回来，我换一边，画过去，回来，画过去，回来。这动作呢，我都叫它叫采葡萄，因为很像在采葡萄的感觉。采葡萄，拿到葡萄放袋子里面，拿到葡萄放袋子里面，拿到葡萄放在袋子里面。那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最重要记得你的屁股呢要前后摇摆哦。所以我们从侧面来看一次，脚踩出去了以后，屁股往前推，采葡萄，然后放进来，然后采了葡萄又放进来，采葡萄又放进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动作呢，我们怎么先做左边，再做右边。所以1、2、3、4、5、6、7、8，踩下去，8的时候换脚，我就把脚踩出去。1、2、3、4、5、6、7、8，踩下去，就换另外一边。好，那我们就左边做一次，右边做一次。再做一次左边，把这动作整个连贯起来。6、7、8，1、2、3、4、5、6、7、8，1、2、3、4、5、6、7、8，1、2、3、4、5、6、7、8。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吧？好，那我们今天学的第二个动作呢，它叫做 slide slide run run down。它怎么做呢？就很像大家在去滑冰的时候，大家有去溜冰场滑过冰吗？它就长这样，滑冰。好，我们从侧面来看一次，就滑冰。所以手记得要滑起来才滑得好看，就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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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出去。从后面来看一次，就滑出去，滑出去，滑出去，滑出去。所以呢，现在是在滑冰，那你的身子绝对不能摆得高高的，不能做出这样的会，身体也要稍微有点压低，平衡感才会好。所以它整个动作呢，它长这样的滑冰，滑过去，右脚滑，左脚滑，以后跑，蹲一下，就长这样。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5、6、7、8，1、2、3、4。6、7，蹲一下，这就是这个今天学的第二个动作。那我们把我们学的第一个动作哈雷路亚跟第二个动作，我们直接串起来做一次哦。哈雷路亚总共做3次，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左边一次，然后再做一次滑冰的动作哦。6、7、8，踩葡萄，回来，再踩一次葡萄，换脚，踩葡萄。回来，踩葡萄，换脚，哈雷路亚，又回来，踩出去，回来换脚，然后滑冰，跑，蹲一下。好，今天就是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6、7、8，踩葡萄，回来，再踩一次葡萄，换脚，踩葡萄。回来，踩葡萄，换脚，哈雷路亚，又回来，踩出去，回来换脚，1、2、3、4、5、6、7，蹲一下。那我们跟音乐就准备好来一次喽。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只要当你听到音乐，就记得要做瑜伽球，嘣嘣嘣嘣。跟着音乐起来喽！6、7、8，换脚，换脚，1、2、3、4、5、6、7、8，滑冰，跑，蹲一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吸口气。然后我们从背面一起再来一次哦。好，准备好喽。
蹲。6，6、7、8，回来，出去，换脚，出去，回来，出去，换脚，回来，滑冰8，跑，蹲一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动作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准备学我们的第3个动作，大家准备好了吗？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把第一个、跟第二个、跟第3个的动作全部结合在一起，大家要好好来注意这个动作哦。这动作叫做 Boogie Drop， 所以它长这样的。开始，脚尖、脚跟，然后重心下去，再一次，脚尖、脚跟，蹲下去，再一次哦。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我们来一个加快版本的哦。6、7、8，脚尖、脚跟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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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做懂后，那我们就连续做3次哦。准备好喽！6、7、8，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脚尖、脚跟下去。大家做得很棒。那还记得我刚刚我们学过的滑冰吗？那我们就把这个 Boogie Drop 连续做3次，后面我们再紧接着做一次我们刚刚的滑冰，滑冰，滑冰，跑，蹲一下，就连续做3个 Boogie Drop 以及1个 Run 跑，蹲一下。好，那我们就直接跟着音乐来试一次哦。听到音乐都记得要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哦。6、7、8，脚尖、脚跟换，脚尖、脚跟蹲。脚尖、脚跟蹲，脚尖、脚跟蹲，最后一次。准备滑冰，跑，蹲一下。大家做很棒，休息一下，动手。我们准备好，脚抬一下。好，准备我们来背面要再一次哦，调一下。好，来背面来一次哦。听到音乐一起来做一次，继续跟听着音乐有节奏。6、7、8，脚尖、脚跟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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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哦。准备滑冰，跑，蹲一下。大家都学起来了吗？如果大家都学起来了，我们准备好挑战我们今天的第1个动作、第2个动作、第3个动作，整个把它串在一起喽。所以我们要做采葡萄，哈利路亚，做3次，然后加上1个滑冰，跑，蹲，然后再做3次，脚尖、脚跟蹲，脚尖、脚跟蹲，一样要做3次，最后再接1次滑冰，跑，蹲。好，大家不用担心，我会帮你们记住。准备好喽，那我们就继续跟着音乐一起来1次哦。6、7、8，采葡萄，回来，换边。准备好哦，滑冰，跑，蹲，脚尖、脚跟蹲。最后一次。滑冰，
跑跑跑，蹲一下，大家做得很棒。那我们休息一下，吸口气，准备好，我们从背面就再来最后一次喽。6，6、7、8，准备滑冰，跑跑跑，蹲，脚尖脚跟蹲。最后一次，准备滑冰，滑冰，滑冰，跑跑跑，蹲。好，大家做得很棒，都有顺利的踩到葡萄。那我们一起拿毛巾稍微擦一下，喝口水，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跟 Teddy 先生一起学习摇摆舞。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摇摆舞2个非常经典的动作。一个动作叫做 Boogie Back， 一个动作叫做 Boogie Forward， 所以就一个动作它是一直往后的，那一个动作呢它是一直往前的。所以呢，先看我做一次，第一个动作叫做 Boogie Back， 它长这样的。第二个动作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这动作看起来是不是有点难呢？那我们把它拆解出来，我们先学其中一个小小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叫做哒啦。好，我们一起来一次哦，哒啦。然后最好是可以住在楼上的，可以让下面的人轻轻的听到你脚步的声音，哒啦，哒啦，哒啦。好，我们一起来连续做哦，连续做5个，5、6、7、8，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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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动作再加了一个小小东西进去，一个拍手。拍手之后，记得你的右脚要把它举起来，拍手，举起来，拍手，做出来。我们从后面来看一次，拍手，脚就举起来，来拍手，脚就举起来。我们把这动作跟刚刚的打拉结合在一起，会长这样：拍手，打拉，拍手，打拉，拍手，打拉，拍手，打拉。好，我们从我们背后再看一次。整个连贯起来，5、6、7、8，就会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动作，叫做 Boogie Back。然后它跟 Boogie Forward 这2个动作，通常就像是妈妈跟小孩，通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学就要一起学起来。第2个动作叫做 Boogie Forward， 它会长这样，手就把它摆在你的胸前，抬起来，脚就往上踩出去，踩出去，踩出去，踩出去。踩出去，那踩出去呢？它的诀窍就在于你要想象你的脚好像又有一个口香糖，那你要把它抹掉，把它抹掉，所以你会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好，我们一起准备好就往前走喽。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抹一下地板。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叫做 Boogie Forward。那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这2个经典的摇摆舞的动作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先往后面，接下来再往前面哦。准备好喽，准备好我们就一起来喽。5、6、7、8，往前走，哒哒哒。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动作。然后我们跟着节奏再一次哦。5、6、7、8，1、5、7、1、3、5、7。好，这就是整个动作加上拍着以后，那我们就来跟着音乐一起来一次哦。记得我们每次听到音乐都记得要想象有个鱼胶桥的屁股底下要去做它。端端端端，有点节奏。6、6、7、8，啪！准备走走走走
走。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摇摆物的动作。那我们从背后来一次哦。那这次我们要连续做2次哦，往前一次，往后一次，往前一次，再往后一次哦。我们从背面一起来做一次哦。6，6、7、8，后面往前，准备再往后，再往前。大家今天学到了摇摆物的最经典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复习之前学过的哈利路亚跟 Boogie Drop， 大家还记得这2个动作是什么样吗？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哈利路亚呢，就好像是采葡萄，采葡萄回来，采葡萄回来。这个动作呢，主要的重点就在你的屁股，要记得往前推，往前推，回来，往前推，回来，屁股要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好，那这动作呢，我们做一次左边，在右边的时候怎么做交换呢？左边回来，再一次回来的时候，脚踩一下就可以换另外一边了。再一次，准备回来的时候，回来以后就踩一次，我们的第8拍就踩一下。1、2、3、4、5、6、7、8。1、2、3、4、5、6、7、8，就踩一次，我们就交换位置了。好，这是帮大家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哈利路亚。那还有第2个动作叫做 Boogie Drop。Boogie Drop 就还记得之前学过，叫做脚尖、脚跟蹲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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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尖、脚跟蹲下去。1、2、3、5、6、7。1、2、3、5、6、7，就这样，就是我们学过的 Boogie Drop。那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跟今天学的 Boogie Forward 跟 Boogie Back 一起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跳。所以还有一个上次学过的滑冰，大家还记得吗？滑冰，滑冰，滑冰，跑跑跑，蹲一下。我们从侧面来看一次哦。5、6、7、8，滑冰，滑冰，跑跑跑，蹲一下。所以我们要来跳3次哈利路亚，1次滑冰，再跳3次 Boogie Drop， 再1次滑冰。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学到的 Boogie Back 跟 Boogie Forward， 就这个动作，要跟这个动作。好，我们先来跳一次哦。第一个跳3次哈利路亚，1个滑冰，5、6、7、8，哈利路亚，回来，哈利路亚，回来换脚，哈利路亚，回来，哈利路亚，回来换脚，再出去1次，再出去，又回来换脚，就换脚1次。好，接下来就接着滑冰，滑冰，滑冰，跑跑跑，蹲一下。好。接着呢，再快速再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今天的 Boogie Drop 跟滑冰整个串在一起哦，3次 Boogie Drop， 再接上1个滑冰。好，右边1次，左边1次，右边1次，左边1次，右边1次，左边1次，准备好喽。5、6、7、8，脚尖、脚跟蹲下来，脚尖、脚跟蹲下来，准备接滑冰，滑冰。滑冰，跑跑跑，蹲一下，紧接着就接了今天学到的 Boogie Back 跟 Boogie Forward，Boogie Back，Boogie Forward。好，再一次往后，再一次往前。这就是今天的整个舞序，是不是有点难记呢？没关系。Teddy 欣赏会帮大家记下来，那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来跳1次哦。6、6、7、8，采葡萄，
换脚，再换脚。好，滑冰，跑，蹲一下，好。脚尖、脚跟，最后一次哦。好，滑冰，跑，蹲下，往前，再往后，往前。好，大家是都有把它学起来呢。好，我们再深呼吸，准备好，我们等一下还再跳一次从背面的哦。好，拿一个毛巾稍微擦擦汗，稍微互相调整一下呼吸，让心跳慢慢的慢下来。好，那我们就准备好，跟着音乐，我们再来一次从背面的喽。6、6、7、8，踩葡萄。滑冰，跑，蹲一下。最后一次。准备滑冰，跑 ，boogie drop， 准备往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舞序，大家都有学起来了吗？虽然这动作看起来有点长、有点难，但是呢，我们好好的把它慢慢的想一下，做一次呢，大家都可以把它学起来。每天睡觉前做一下，隔天早上就发现会莫名其妙这些动作全部都记得喽。好，大家累了吗？那我们休息一下，喘口气，喝杯水。